海警船也有偷渡客来扰乱台海，咱的官方表示讲，无排除中共是使用系统性伫咧扰乱台湾。监察院搁再表出着这监委所厘清坐公务车去看喙齿，即马监察院也下令讲，员工袂用用个人身份使用公务车。高雄小港机场禁止多关计程车入去载人客，行下晡上饱为稳降塞车设机场要达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立法院进行三读通过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对今年开始呢增加4加1天的国定假日。总统府在今发布总统日，公布着这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立法院进行三读通过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未来国定假日呢会有过年进行的28暝，也有国历的9月28孔子公圣诞纪念日、10月25光复节，也有12月25行宪纪念日、5月7日劳动节是改做全国拢休假。若讲到这中共的出头是真济，连续2天拢用4只海警船去到金门的限制水域去咧扰乱。咱的海巡署就表示讲，这中共这款骚扰行为变作是常态化，平均1个月来施改，逐摆拢2点钟左右。而且最近呢，有这中国人偷渡来到台湾，海委会主委关佩玲伊就表示，过去这2年来累积27例，这个偷渡者对15个省内的，无排除是有系统性的操作。呼叫中国海警146洞沟。用中英文公布来处理。金门海巡队的人员并含监控这公示伫金门附近的海域做执法巡查4只中国海警船，国严正指出讲，中方的行为是常态化的骚扰，平均10个月失败，逐摆经过2点钟，那影响两方的氛围，嘛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最近嘛一直传出中国籍的人士在树林船偷渡来台湾的事件。海委会主委关佩玲表示讲，过去2年已经加起来有27例，而且偷渡者是对15个省内的，无排除有系统性的操作。这种分布很难用政治、经济、社会的条件，他们所有的配备都相当的模组化，所以我也曾经说过，我们不排除说是有系统性的操作，但是这一切都是我们在两岸灰色袭扰事件当中所需要做的防范措施。国防部公布27几天是侦查到31只厝的中国军机、9只厝的中国军舰和1只公务船持续扰台，搁一摆出现4名宽台的态势。白宫前国安会官员警告讲，中国可能在替封锁台湾做准备。This is a signal that China may be preparing actions short of an invasion against Taiwan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is contingency and others can only be addressed and averted if our allies in both reg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 closely together. 内特指出讲，中国4月伫台海西克里亚发动的海峡雷霆2025A 军演，放出未来侵台行动的信号。但是分析中方的剧本，并不是武力犯台，较像假利所台。内特嘛强调讲，美国是真注意台海敢有维持现状，嘛认为美方必须和盟友合作较较密，避免台海爆发冲突。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的秘书长李准一方逼讲，伊用这公务车做伊私人的代志，想袂到最近又有议员在逼讲，这监委所厘清，伊也是坐这公务车去看喙齿，好伊就要甲这代志讲清楚。针对这个风波呢，监察院有下令，讲要来启动调查，而且对后礼拜开始，每一个员工拢袂当使用个人的身份来使用这个公务车。监察院秘书长李准一方逼出疑似乌白用行政资源，用公务车接送因兜的狗去外口的店做美容。虽然说伊会使咧，嘛中心油料、保险拢是家己负担的，但是国民党看袂落去，28去北检以涉嫌背信侵占该告发。监察院哭穷，说没有卫生纸，竟然还可以出来大声呛虾，油钱是他出的。那请问这台车是谁的？是不是国家监察院的？那也要求检调税政办，监察院114年的业务费预算，互立法院台检96%，连便所内面的卫生纸供应嘛只好停止。在野党质疑讲，即马监察院的车真济，业务真少，敢讲预算无应该防监督。
如果蓝营要特别无限上纲的在这个所谓公务车使用政治上面的操作，那大可不必，因为确实预算砍到让监察院在日常的运作上面已经产生了状况，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监察院公器私用的争议说是难呢。三民署长李俊毅被揭露利用公务车接送宠物之后，事隔1天，监委苏立琼也被爆出搭乘公务车处理私事、看牙医。大家都知道，看牙医应该不是公务行为，监察院也没有这个行使到看牙医的这样的职权。派车单如果写的内容跟实际的行为是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就是伪造文书。新闻做了进前，苏立强本人无回应，但是就惊个还未逼出来的。另外提起公务同仁拢要遵守规定，哪被是化为讲全面剔查。公务车资源需要合乎规定申请，非本人使用较不恰当。这种臭不可闻的公器私用，如果是发生在以前的政府，早就自己羞愧下台了。对公务车混淆的问题，监察院下令讲随启动调查，而且后礼拜一开始是停止全体委职员工以个人的身份来使用公务车，一直到这届任期完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县政府文化局长吴敬业，伊去向检举讲，这将军府景点的标案有多例厂商检举。花莲检方昨约谈吴敬业和厂商，先后认定这吴敬业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而且伊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他的人是3万到5万不等交保。为调查花莲县文化局长吴振辉涉嫌贪污的案件，花莲地检署规暝精神包含局长吴振辉等文化局人员，也有厂商10多人。伫被透早4点，5名涉案的人员分别3万到5万交保。局长吴振辉加姓站的科长先押禁见。海关讯问后，应认其中无姓被告、真姓被告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重大，所涉为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且有羁押原因及羁押的必要，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案件是民众检举花莲县文化局长吴振辉涉嫌将景点将军府道路互特定厂商，也有小额采购案中核心部公务车使用等不法代志，被先合禁见，定价花莲各界。检调起诉并还没有真正判决，没有进入判决没有错，但是你有道义上的责任，你有对花莲县民交代的责任，因为这个人是你用的。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就是公务人员但是你捍卫他，行政依法处理。你可以在前面捍卫他，然后他被起诉了，你还说依法行政。除了文化局长甲县政科长以外，也有艺文推广科长、行政科2位雇员，也有4个厂商拢在被捕。这是花莲县政府这半年第2回局处首长因为牵涉不法遭到司法单位调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进前有一个嫌犯连续杀死3个人案件，在今仔日侦查终结。检警根据着相关的事证，认定嫌犯张介忠涉嫌杀人、遗弃尸体、窃盗等罪，而且每一个被害人拢爱甲伊判刑，所以就求处嫌犯3个死刑。再去已经甲这个嫌犯还有相关证据移交高雄地方法院，下晡要开羁押庭，认为这个嫌犯罪嫌重大，裁定羁押禁见3个月。嫌犯张介忠早起向疑审到高雄地院，伊涉嫌连续杀害3个人，并且分尸，检方离被侦结，求处3个死刑。伊也无在使，也无遐，伊也无，伊家一个人也无迄落，伊嘛无啥物人去陪，对。这个案件，高雄地院已经完成分案，先对这个强制处分开庭来审理。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所涉杀人罪嫌，系最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并有相当理由主认被告有逃亡、湮灭、伪造、变造证据之余。法官认为有事实认定张介忠可能一直犯罪在进行，裁定关押禁见3个月。回顾此案，张介忠涉嫌对去年底到今年2月陆续加姓吴、姓张、姓林的3个获刑人电死，检警并且查到钢槌啊、加刀这凶器。佮再来检警和被害人的遗体。经过比对，2855支监视器，认定张介忠对3名被害人拢有杀人故意，也涉嫌损害甲遗弃尸体、偷窃，以不正方法又主动付款设备处理他人之不这罪。有经验又是老手，所以他可以事先思考过整个历程，跟他事后怎么去避免被追究、被发现的这些的这表现的这些准备。所以我觉得说他应该是预谋性的犯案，应该也是经过相当的考量，另外也考量到宪法第8号的这个判决来作为
认定的这个依据。虽然张介宗到即阵医院外认罪，不过捕害3名死者，检方应对2家到5家陆续开出死亡证明。有律师认为讲，这个案件检方求处死刑无意外，后续还是爱看法律攻防。不过是伫案件受到注意，也属有重大刑事案件在前提之下，一审张介宗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是袂低。记者综合报道。开设澄清湖土地弊案的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高仲良，一审被判刑7年8个月。检方伫咧判决出来了后，虽声称可以监控，不过高仲良伫庭上表示，假做这棒球协会理事长，若准挂这卡了手铐，会伤害到伊的形象，而且讲会影响到台湾棒球发展，无逃亡的可能性。合议庭最后是决定讲配一支手机监控，要求伊逐工伫厝内就要翕相传倒转来，正做证明。悄悄离开法院，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高仲良牵涉澄清湖买地弊案，都方一审判刑7年8个月。过2礼拜了后，27出现台北地院，因为检方申请实行科技监控。身为棒协理事长的伊，伫法庭保证袂走路，毋拿请求卖归押，也摆脱挂这电子手环，也是骹环，就惊对形象损害。伊激动讲，专心推动台湾棒球发展，代表是国家，无可能做出任何对不起国家的代志，也无可能放弃比性命更加重要棒球。合议庭评议了后，认定伊虽然有真大走路的风险，不过考虑社会地位、甲伊讲法，如伫伊法院所提供的专用的手机每天早起9点到11点，伫徛家家己翕面部相片来回传。基本上让手环、脚环它监控密度比较高了，但是个案手机监控手机的监控，它基本上检察官或法官可以要求受监控人在定时定点回传相关的位置资讯跟照片，没有办法预拍。一审宣判了后，检方就紧紧来申请，因为国内对国宝集团总裁朱国营、联谊包鱼负责人张文智、PGTalk 负责人林炳文，也有3联集团负责人齐晓东，侪人拢起步走路，要最高检进行建议修法，要求被告宣判日强制到庭。司法院回应已经建议。本院目前正在进行研议，也会持续的优化科技监控设备的使用和通报流程。其中的监控设备除了电子卡环，昨年也推出电子手环，另外有在家读书器，也有100个手机监控。不过统计到今年3月，院检实行科技监控总共218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3年前，高雄有一个查某高中生去互性侵，涉案嫌犯承认犯案了后，开庭的时阵煞来还口供，讲是警方逼伊认罪，一审、2审拢判无罪，一直到最高法院共款是判无罪。警方是讲尊重司法的判决，毋过这办案过程拢有检察官伫咧指挥侦办，若准有非法的行为，检察官也会分案调查。警方防止控办案的时阵，严肃恐吓嫌犯，高雄镇定分局无要受访，局内如常运作。案件是3当前一名女高中生奉手指侮辱，警方锁定黄姓男子，对方承认后，甲人移送马报请检察官侦办。开庭的时，伊所还口供，讲是警方恐吓伊，若无认罪，厝内人甲伊拢会防收押，伊才成立犯罪。诊室或者是绩效的问题也有可能。那这种事情也有可能会发生。大部分的警察应该都是站在保护人民这一方，但是还是有机会会出现，只是这个机会高低，我觉得在现在应该没有那么高，跟以前比的话。这案的1、2审法官拢认为检警相关事情无法度认定伊是嫌犯，检方搁再上诉，上高法院认为无违误，驳回上诉，黄男是无罪确定。当下他可能就遇到一个比较高压的状态，提到说如果不认罪，会把他跟他的家人都关起来，都上铐等等的。那这些可能就形成他当下询问的一个压力，结果就陷入了这个要自白犯案。民团表示，最近已经罕得看到恐吓刑求等方式来逼供，嘛感谢法官避免一件可能发生的冤案，建议民众遇到这种状况，会当找律师来协助。前地分局即是回应，尊重司法判决，强调此案是检察官指挥侦办，若不法检方嘛分案办理，应尊重当事人的主观想法。公司新闻王刘婷丹现坤强报道。警方发现讲，有一个墨西哥的查甫人本地来台湾驾车，已经摕到永久居留证，说伫咧正大麻趁钱。另外，警方呢也抓到一个尼泊尔毒品通缉犯，伊逃亡7年，有愿伫咧台湾做毒品卖人。
政府武装甲门弄破了，维安敌军队大规模戒备，伫个内面掠人。家己门旧开的时阵，规拢火势冲出来，趁着这个势伫个内面掠人，警方2波行动查到外籍嫌犯，一半是补教老师，这嘛涉及毒品犯罪。墨西哥籍补教老师从事第2级毒品大麻制栽种与制造。专案小组进一步以科技侦查溯源，发现另有尼泊尔籍金姓犯嫌提供大麻栽种技术及器具。规涂骹拢是大麻栽，即话拢是嫌犯家己学安怎种的。警方调查，涉案的密西哥一名查甫人已经摕到永久居留证。一开始买都是家己食，尾仔就无驾照，专门伫咧种大麻。另外，警方也掠到一个尼泊尔一名查甫人，伊捌伫咧台湾做毒，已经被判刑确定，伊被通缉，伫咧国内被7年啊。即边被抓进前，依然伫咧做毒卖毒。毒品的问题伫台湾正严重。新北市警方13伫咧路下查车时阵，就查到毒品通缉犯无愿意落车接受检查，冲撞警车了逃走。警方是开枪禁锢，彰显假意受检，随即冲撞巡逻车。故同仁对该车左前轮胎开枪事发示警，并于车内查获3级毒品、奈基甲酮、依托米酯、烟弹4颗、阿非他命、海洛因等毒品。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国内所查到的毒品的案件，敢若是去年就36000外件，涉嫌人到38000外人。面对着这么庞大毒品人口，若是无赶紧解决，一定会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的危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针对开放台湾计程车入去到高雄小港机场载人客诉求，无得到满意的回应。本地5月是要召开这公听会，即马也延后到6月啊。或真侪这计程车运将2月下晡呢，就去到小港机场，用塞车设机场的方式来表达不满。一台车时速差不多30-40公里，对高雄国际机场的入口豆豆塞入来机场内。因有的是计程车运将，有的是多管计程车司机。因为毋是机场载嘅排班计程车，无法度入去机场载叫车的人客。因向政府表达诉求，无得到满意的答复。公听会嘛延到6月才开。运将讲，为着生活，因只好过来设机场抗议。大家公平嘛，大家要赚钱，要吃饭的，要养家活口的，大家都是，没有人会开车出来玩。咱讲真诶啦，啊，这客车司机为着啥？为着一嘴饭尔呢？敢有人为着啥？对啊，但是恁今仔日安尼做，你感觉对我们这些合法取得营业登记证的这些合法司机来说，有为了吗？有公平无？现场抗议的计程车大约上100台，小港分局是派出警员专程监控。参加运将台南高雄屏东6区，不过屏东市计程车工会表示，这摆行动是运将自发性动员的，无人发起。工会除了呼吁大家爱理性以外，也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提出实际作为。那主管机关这边给我讯息，就是说有关本来推的法令是觉得说要全部机场一视通用啦，但是好像考量到桃园机场那边的反弹会比较大，所以说这次的案件又再调整成可能就先把桃园机场做小范围的调整，那我们其他的机场再做一次全盘的调整，大概是这样子。我所掌握的讯息比较是这样子啦，对，但是您要说确切的时间啊，目前都没有。针对运将的诉求，高雄国际机场表示，民航局会以旅客权益甲机场营运的顺序为原则，规划相关的方案甲配套措施，卖收集各方的意见，找出上适合的方案。记者郭家朱朝向高雄场报道。来看台南最近正清的这个乐和广场呢，县政府有伫遐布置超过10万粒水红色的球，对民众嘛讲，这看起来就亲像这金玻璃烟能共款。也质疑讲，这塑胶球呢是无够环保，甚至会压缩到囡仔、民众生水空间。台南市政府也讲，当咧改变这布展的方式，也讲这塑胶球会回收再利用。甲人口落落了，向细条的塑胶球下关。塑料甲球等落下原地内底，祈求爱情。最近台南市府伫咧和乐广场推出5日抗爱情下原地的活动，布置超过10万粒粉红色的球，看起来真浪漫。不过真正的布置，煞互外界嘅讲，看起来那亲像福寿螺呢。我觉得说球不环保，那像游乐园的球池也是相对的问题啊。这个我就是顾虑到小朋友的安全性。我原本以为是全部都是嘛，全部都是真的会是影响到，但是它有一半的话就觉得还好。
就说这样子收的，有看人家写，我觉得还好吧。只是如果可以开放小孩子玩，他们应该会更开心。另外，塑胶球嘛引起环保争议，而且嘛防止伊讲酸水的空间消失去。最近去的民众是发现讲球池已经去互清甲空空，怀疑是活动负面的意见伤济，市府赶紧取消。不过，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管理局是表示，当咧清理水池啊，强调当咧规划后一阶段形式，活动并无取消。配合固定的池底清洁作业，进入第2阶段布展，将大家投入的许愿球结合成7颗祈愿球，象征7星祈愿。也若环保的问题，市府是强调讲，这款塑胶球拢会当重复利用。也若第2阶段布展活动是继续维持到6月底，改变形式停天，继续浪漫未化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中市长罗秀燕在今仔宣布，台中也要起一个大巨蛋，地点就选伫咧水南经贸园区，要起一间3万人会当一场的大型多功能场馆。这个案子呢，是由民间的投资人根据促参法自提 BOT， 那地点呢就在我们水南经贸园区里面的创研1这块用地。这块地之所以会确评中选，符合我们之前所提的4个期望，它是一个完全素地，那不用征收，上面也没有任何需要拆迁的地方。罗秀燕强调，这个地点呢符合用地单纯，面积有够大，交通也真方便。若有捷运经过，塞车去到高铁站、到台中机场半点钟尔，而且也有真好的商业投资性，是用来起大巨蛋真好的地点。行政院把地方一般性补助款抬调，引起地方的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就讲，这礼拜会提出诉愿，若市政府会先出钱，日后连本带利甲中央讨倒转来。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批评讲，靠地方政府一般的补助款已经违法。若地方政府会当去告，各县市的议会也会当提告。若立营是认为讲，这源头呢就是南北合作，甲这预算抬调，这造成无多半钱的问题。行政院最近决定通参中央予地方一般性补助款25%，引起各地方政府强烈反弹。台北市长蒋万安强烈表态，这礼拜会提诉愿，市府清大户后续连本带利向中央追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批评，一般补助款是法定中央对地方的义务，不是计划型补助款，所以一定要拨款。中央删除地方一般性补助款，已经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克扣这些应发的款项是属于贪污治罪条例严重的罪行，不是只有地方政府可以告，市议会、地方议会也可以告。当大院通过了3读预算的时候，我们这第一时间就表达说会有窒碍难行之处，尤其这个636亿，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大额的要自行删减。我们中央部会呢，自己的吃喝玩乐的，就是没有去删。就是偏偏就是要去删人民需要的地方。安亚伫批评，暗过江明新表示，通参地方补助款是提大比3939票无适当的结果。民进党天气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认为，原有条这休主那被不应该恶砍无算。如果时间能够倒转，蓝白不要恶砍恶删预算，今天不会有被迫地方补助款暂时无法播放这一个困境。针对内政部要甲地方政府沟通全台中正路改名代志，朱立伦指中央机构意识形态无顾民生，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批评爱地方政府开大钱改路名，是无聊阁浪费钱。中央政府即马咧删一般性补助款，一台搞阮台下侪30亿，你现在又要花钱去做这个，真的很无聊的一件事嘛。对啊，中央通参各县市一般性补助款引起反弹，财政部每个月予地方政府普通统收分配税款，也传出有减少或者是慢步的情形。财政部表示，因为税收抵扣加上报税延后，予今年顶半年统收税款资金最为较低，按月平均半付，予地方较有困难。5月底按照中央统收分配税款的75%来半付。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咱国内疫情đang咧加悬，疾管署预估6月底7月初是新冠疫情高峰，一礼拜来感染人数会超过20万人。若是由署长表示讲，今仔日伫咧三大超商有报4万份的快筛试剂，上紧一礼拜内会甲这量报甲到。药师提示其他民众排队名单，拢是民众进前定要买这个新冠检查试剂，因为最近新冠疫情清悬，有民众早几经要求拢买无。几乎每天至少都20-30个人在打电话来询问。检查试剂歹买，民众进入怨言，对此立委也质疑，国内防疫物资是不是拢准备好了？相关的防疫的物资可不可以到位？然后足不足够的问题，那现在是快筛，大家其实都买不到。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监测，疫情已经连续7礼拜清悬，有估上最时阵会伫6月底7月末，一礼拜围着人数超过20万人，全台湾围着人数超过170万人。对着疫情搁再发生，食药署讲已经要求厂商提升产能，上紧一礼拜内就使补足这无够部分。而且礼拜已经伫三大超商补回4万份的检查试剂，方便民众去买。现在大家生活都离不开超商啊，对，所以在超商铺货买会比较方便。对，没错。现在不见得每一间都铺进去了，因为铺货的部分是在通路的部分，那我们也尊重他们铺路的一个方式，我们尽量希望能够揭露。另外，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伫社群媒体宣布，不过再建议有新的福利人甲健康的囡仔来注射新冠疫苗。外界关心台湾疫苗政策是不是对咧安尼做，疾管署也回应。我们国内目前也是安排在6月中旬。会再开我们自己的 ACIP 专家会议来讨论我们今年秋冬新冠疫苗的接种对象，但也会参考就是国际上的一些最新的建议。另外，外界烦恼疫情清悬是不是造成急诊真侪人？卫福部讲一定甲病院急诊分流机制做好，请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受到这方面影响，拜三拜四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是拜四这雨会落较粗，一直爱到5日这连假，天气才会大大变好。国公局也要提醒讲，这连假头一天车流量上济，是平常时的1倍3。乌阴落雨的天气，民众穿雨帽、骑乌多摆气象署表示，受到方面影响，拜三、拜四这2天的天气非常无稳定，随时拢会闪大雨，尤其是拜四雨水上高，雨会真粗，甚至有可能会淡雷公。那明天主要的一个降雨，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在短时间内，这种雨势都是比较容易从海面上移入的话，雨势上都会比较来得又大又急的情形。不过持续的时间就会看到时候锋面通过南下的一个速度而定。也那5日这连假天气就慢慢稳定，敢若花东和局部山区会落雨。根据观光署的统计，5日这连假基隆、台北、苗栗、连江和澎湖这5个县市有超过5成的停放率。高公局也预估拜五国道车流量上大，差不多121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3倍。3天连假期间是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时段，大概就是第一天是南下为主，像是新竹路段啊、桃园路段，还有台中彰化路段以及国五南向的路段，在第一天都比较容易拥塞。那因此在这次的话，有规划实施国五的北向高承载管制，就是在第2天跟第3天的下午的时候。高公局也呼吁民众拜5、拜6西部国道会当伫咧透早6点进前，也是中昼12点以后才去出发。若是国五南向会当伫咧透早5点进前，也是下晡5点了后出发，避免塞车。因也建议民众会当用1968的 App， 随时留意上新的状况。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对疫情以来这几年，这旅宿业拢化欠工，根据着这观光署去年的统计，大约是欠8000人，其中以房务清洁人员欠上济。行政院长杜英台北讲过，要引进机工，对这旅宿业者是真赞同，但是劳工团体却是强烈抗议，讲薪水上低才会造成欠工上届根本的问题。那中国在开放移工，对台湾的劳工影响会愈来愈大。旅宿业这几年拢在发欠工，尤其房务清洁人员上介欠。行政院长杜英台23有表示，为着要解决产业的人力需求，打算要引进移工来投入发展国家建设，也佮有观光业。事实上，去年8月，劳动部都有开放旅宿业者，会当聘用交外生和外籍的实习学生。不过，旅宿业工会表示，真侪学生有的毕业就离开台湾，因认为若是有要开放移工入来，希望会当是长期稳定的人力。因为即摆少年人袂爱来做这种服务的工作，有些观光旅馆有请迄个侨外生跟外籍生、外籍的实习生来到沙港。
不过这唔是长久之计啦，因为因来嘛是一年，一档、两档，就爱搁转去啊。我希望的是会当较永久的、长久的，这个人力来台湾斗相共。针对政府打算要开放移工来解决旅宿业欠工的问题，有劳工团体强烈抗议，认为无应该批评台湾少年家食好做勤苦。劳团指出，服务业的人数占台湾劳工约6成，薪水普遍拢上低，这才是造成欠工上根本的问题。劳团认为，若准开放移工入来，会对台湾劳工的工作机会、薪水结构等等造成真大冲击。台湾人的这工作的这机会变较少。第二个部分嘛是烦恼讲。这移工你来台湾以后吼，这服务业的薪水无悬，时间搁足长的，这个部分移工的这个人权嘛会受到足大的挑战。第三个部分就是台湾这个服务业薪水吼，一定就起袂起来，就一直拢用上低的这个工资来去。劳团表示，若准予旅宿业开放移工，服务业反势嘛有样看样，要求开放加薪的移工。那安尼恐惊会造成台湾劳工失业失去竞争力。劳团呼吁政府要全面检讨移工的政策。因为劳动部是回应讲，伫咧开放跨国劳动力的议题，未针对单一产业来开放移工。目前也搁咧含主管部会来评估当中。劳动部表示会坚持优先照顾台湾劳工权益的原则。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每一个囡仔拢是咱的心肝宝贝，也若囡仔的心声，咱敢有特别去家注意过咧。讲到这自小法施行14年啊，就立委表示讲，目前也未全面性检视过。拜三有特别举办这座谈会，要收集各界意见。民间的青年团体针对自小的表意权，希望着爱法制化。啊，若大家团体是提出建议，希望本土语言的囡仔，通伫个机关平等的社会来自由发声。囡仔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儿少的权益需要各界重视。儿童及少年福利甲权益保障法施行14档6月进行过全面性的检视。有立委表示，目前对儿少权益的思维，也需要对一开始立法的被动保护，转型做积极促进的态度。拜三有立委举办座谈会，除了针对儿童虐待不同广告配套措施进行讨论，今年民间团体特别提出国际性儿童权利公约内的儿少表意权，希望未来通真正落实。公共政策中都会有标榜说有纳入儿少声音有听取学生意见，但实际上常常停留在咨询会议或者是问卷调查，没有真正的改变这些决策。我们希望所有影响儿少的政策跟法规都能够有儿少，都能够有学生的意见，而不是只有在我们可能目前就是主管机关就卫福部这边，我们希望这件事情是能够更加的被法制化的。另外，语言是儿少自我认同、社会参与的重要媒介。推广台语强学的台湾台语乐协会也表示，亲像目前讲台语的囡仔离开厝里，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会唔敢讲台语，是大环境中相对弱势的族群。希望儿少权法未来通保障本土语言儿童伫社会参与的权利。可比讲，咱即马你嘛需要接受性别平权的教育训练吼啊，那是。这参囡仔做工课的一寡大人，因欠无即种观念，其实伫咧对待囡仔的过程当中，你讲出来的话吼，也是你的做法，真有可能就是会互这囡仔感觉家己是较奇怪的吼，也是受到歧视的安尼。台语路表示，每一个囡仔拢有表达家己意见的方式，希望社会通尊重儿少伫无共语言表达的需求。也呼吁希望未来儿少权法通强化公共场合服务人员的语言平等意识，打造优胜的语言成长环境。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食肉粽进前呢，千万唔通先见南北，爱来关心你食肉粽今年可能会起价。最近因为这肉粽的需求量增加，猪肉价销也对咧起落。今年这肉粽的价销平均是贵5块到10块，引起立委的关心。农业部是讲是因为饲料起价原因所致的。那台北市两商工会是宣布讲，产地价销会降到22块半，大杯价销会降到32块。5月节连面要到啊，鸡卵的买气一直无啥好。台北市两商工会27号宣布，调降特大斤2块，产地价销来到22块半，批发价销伫礼拜4会来降到32块。两家今年为上悬的32块半，连续3届调降。农业部表示，目前特工产量12.8万箱，比所需要的12万箱搁较悬，但嘛是尊重市场机制，未干涉价销。有一部分是盘商哦，这是蛋农这边，因为暑假快到了，哦，那暑假快到的时候，学校的供应
营养午餐的部分会减少。那为了减轻他们的一些库存压力，所以他们用降价的方式。5月节家长猪肉价小27号10公斤上悬来到97块外，逼近100块的大关。立委指出，今年5月节进前猪肉价小比去年悬6块外，造成肉粽的价小嘛来起价。部长陈俊贵指出，是因为饲料成本起所造成的，希望甲价小修理95到100块的区间内底。端午节这些肉粽要去讲，比去年是真的涨价了，好，至少涨了大概5到10块钱。他们没有所谓的年终奖金，他们就是靠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高一点，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福利啦。所以以农业部来讲，我们觉得这个价格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畜牧业所需要的饲料，主要是为美国等国来的黄豆、玉米。农业部嘛表态，只要做回原物料的进口美国农产品，拢希望维持连关税。原物料的部分，我们希望它低一点是可以。公司新闻李俊明朋友做台报道。这礼拜啦，就是5日节啊！这台南的永康国小附设幼儿园提早庆祝5日节。这囡仔呢是用纸箱啊做零船，摇人做香香，甚至是体验徛人的传统文化。这学校呢，搁再邀请专业的老师用模具教囡仔白肉粽的知识，也搁美感，透过唱歌甲游戏，互囡仔感受到5日节的文化气氛。用纸箱做古锥版的龙船，囡仔模具比赛爬龙船的老个场景，毛体验徛人文化的民俗风情。5日节连米到连市永和国小附设幼儿园提早办节庆活动，带囡仔透过游戏练捌台湾3大节庆之一的起源甲习俗。毛老师用台语囡仔歌来引起囡仔兴趣，提升学习动机。阿嬷的肉粽上清脆，着爱吃包肉粽。学校来这上盖香，刚刚有立蛋，还有丢粽子。刚好送。喝送。小朋友寓教于乐来学习这个活动，这些活动让小朋友提前庆祝体验。学校嘛特别请专业的老师一步一步教大家安怎包。那粽佮分做北部粽佮南部粽，北部的料会先炒过，再佮落去吹；那南部的直接甲生糯米、掺鸭包入去，磨得去落去撒。教学老师讲，这阵北粽的文化豆豆出现短暂，也嘛变势咧传承。另外，学校中昼顿嘛特别传连叶莲子饭，嘛向人健康长寿。有一届我去互囡仔问讲，迄个肉粽是毋是进入涂骹？让我很诧异啊！我就意外，表示讲这个环节吼，就是断层的很严重，所以我感觉讲应该爱互囡仔了解讲，咱这个肉粽是安怎来的。荷叶莲子饭跟这个菜豆，吼，来代表着端午节一个习俗的一个饮食文化。校方讲，学校一直咧说食在地、食当贵的理念，这摆嘛特别用白河生产的莲叶甲莲子结合5日节的传统文化，要互囡仔的饮食观念对饭的延伸到产地。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邀请媒体队来到这高雄的寿山动物园，开创这小动物园的新生活路。结合着这 AI 科技呢，在园区内面打造4种的互动游戏，会当组团对战拍通关，而且佫会当透过这 AI 实景体验，用不同款的角度来认识园区甲动物。到了，看牙齿都要看牙医。哎呀，不是啦，这个啊就是猕猴在紧张、害怕的意思哦。透过剧团趣味的演出，甲大家了解上新的小动物园生活。恒丰甲科技公司合作，用5G 专班结合 AI 科技，打造4项会当实际互动体验的游戏。透过游戏，国民将认捌动物，了解寿山。其中这项真人组队对战的生活，上届6个游客分做2队，在园区进行任务挑战。这嘛是第一摆有国内动物园安尼做。前面的2个章节是解密，就是你要透过游戏的内容去了解可能现在台湾猕猴所遇到的一些环境的问题或生态的问题，然后去解密。那也一方面会了解我们整个园区的地图。都透过在家长的带领下，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我们的3C 手机，我们既有的产品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方式来把我们动物园想要传达的资讯，利用我们这些资讯设备或载具，可以来传达出去。然后真人对战的生活，还有利用 AI 技术，让游客透过软体甲动物的相片传起来，由 AI 保育员甲游客了解动物。另外，还有 AR 实景的体验，带大家认捌寿山的环境甲园区的动物。副市长林庆言讲，将这个技术对室内展示刷到户外，透过5G专班的技术，这新的生活会当更加符合未来时代变化甲需求。
就它的载具就是你要带一个手机就是了，你载具要下载嘛哈，那么它有这个飞航，那它有些直接连接到 AI 的这个 ChatGPT 的应用，所以都是非常时髦的。园方表示 ，AI 科技是未来主流，运用在园区观光，因希望透过多元的方式，会当让大家更加认捌到寿山的生态，进一步来保护咱的环境。记者柯家族张阳、高永昌报道。人民之都是台湾体型上界大吉邦之都，主要是食一寡汤拖。最近有民众伫咧彰化市的石牌坑生态步道，看到一只人民之都伫咧食碧波的画面。生态导览员就表示讲，真有可能是这碧波伫咧找食的时阵，无细里飞入去蜘蛛网内面，这个画面真罕得看到。画面中会当看到人面蜘蛛正咧食物件，但是所咧食一只体型甲差不多大的东亚碧波。彰化市石牌坑生态步道，自然环境丰富，本来就有人面蜘蛛的影子，但是导览员表示，若要看到人面蜘蛛食碧波，是真难得的机会。透早起来的时候去看到这个结网的所在呢，顶悬有一丸，一丸的时候哪会遮大丸？结果发觉是这只蜜宝啦，因为这款物件有当时你讲要看到的机会实在足难得的啦。母的人面蜘蛛是台湾体型上大的吉邦蜘蛛，主要食汤拖。导览员认为，可能是蜜宝咧找食时，无细致飞入去蜘蛛网内底，才会正做蜘蛛的食物。学者表示，人面蜘蛛的蜘蛛网会当超过1公尺，大范围的蜘蛛网互蜡笔容易打入陷阱，食蜜宝算是真正常的自然现象。这种大只的蜘蛛吼，伊的网啊吼，等讲伊足有力的，足强的，所以讲才有法度讲去抓着遮尔大只的迄个脊椎动物，袂去互破死，袂去互长死安尼。有当时麻雀，是讲迄捕老鸟，飞甲足忝的吼，嘛有可能去互网着。研究蜘蛛20-30年的杜玉明教授表示，蜘蛛利用蜘蛛网蜡笔是维持生态平衡真重要角色，有法度控制虫拖的数量，甚至消灭害虫。学者嘛提醒民众，若是伫野外看到蜘蛛网，千万唔通破坏。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市的海滨公园，这大型装置艺术2年前去互风台扫甲村骨架尔。这县政府有重新规划做光影艺术作品，吸引真侪民众去欣赏，而且也伫咧今年伦敦的设计奖摕到金奖。也因为讲这个展览的期限到这50日连假尔，真侪民众拢希望讲这展览会当继续落去。台东市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逐天暗时7点到10点拢会有声光表演，透过直径13公尺的依旧结构的表面，创造出海洋含在地原住民特色的劳动光影，亲像在看一场户外的电影。而且佫有网架造型的光影表演，甚至在游客和民众听落来欣赏。旗语啊，还有原住民图腾都很让我印象深刻。那也有一些很童趣的，像是笑脸图案。我觉得是大家都看了会觉得蛮特别、蛮新奇的。这是台东县政府今年规划翻青光影的户外成功装置的艺术，县府嘛，把这个作品去参加今年伦敦设计奖。28主办单位是团会的好消息，讲得到概念设计金奖。县府表示讲，因为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伫2年前，互风台扣甲歹去，敢若剩依旧造型的体格，为着要定活化利用，改用光影来定营造艺术展演，可能是永续利用的概念得到肯定。最主要就是想说，在利用原有的结构。再去活化国际地标这个地点，然后用这种永续的概念，让那个地方再亮起来。不过，真可惜的就是国际地标的翻青公影展，展期敢若到6月初1，拄好是肉粽节的假期结束，真侪民众拢希望会当搁延续。对这县府表示讲，因为刷落来台东县，搁有真侪项活动，暂时无规划讲要继续展出，不过会搁来研究来符合民众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美国总统川5月初签署着这行政命令，以报道有薯片做理由，要全面禁止对美国公司和公共电台赞助。也那一寡媒体也要告川政府违宪。另外，川政府拍算要求所有申请要去美国读册外国学生，拢要接受社群媒体审查。目前也先暂停新学生的签证名单。
美国全国公共电台 NPR， 而且是联合科罗拉多公共广播电台等3间电台，伫美国华府针对川普政府5月初行政命令来提出诉讼，强调这个行政命令停止 NPR 和美国公共电台 PBS 接受联邦经费的资助，已经明显违反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First, it is a direct effort by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content and viewpoint in the journalistic sphere. And that's one of the most egregious First Amendment violations there can be. In addition, it's seeking to interfere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ocal stations and their choice of national content. 川普5月初一签行政命令，要求公共广播公司 CPB 董事会全面停止对 PBS 和 NPR 的联邦资助，理由是这2间媒体长期报道拢无公正，是有党派色彩。这个行政命令强调讲，无任何媒体有得到纳税人补贴的宪法权利，政府有权决定讲什么类别的活动会当得到补贴。因为 PBS 的招牌节目《芝麻街》长期拢伫个节目内面靠说川普，引起外界质疑讲这是川普对 PBS 的算小。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进前下令撤销哈佛大学教授国际学生的资格，进前佫拍算要终止联邦政府和哈佛大学剩的所有合约，价值差不多是1亿美金，合代票是超过30亿，互哈佛的财政是面对更较大的打击。而且一大堆哈佛的师生伫学校内面对川普政府一直打压发动示威。Freedom of speech and due process,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system. These are the foundations of a free society. But Donald Trump is attacking these freedoms because they get in the way of his authoritarian takeover. This is what authoritarians do. 另外一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的电报指出讲，川普政府当考虑要求所有申请去美国读册外国学生接受社群媒体的审查。审查的内容还佫无明确，但是讲到目标包括阻挡恐怖分子入境和打击反犹太主义。为了准备相关的措施，美国使领馆已经接到指示，暂停安排新的学生签证的名单。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因为这俄乌战争超未好势，而且搁再激起来，那批评这罗西亚甚至要来甲因出手制裁，伊也批评这乌克兰认为因的总统呢，泽伦斯基一开嘴就惹麻烦。另外，这访问芬兰的德国总理梅尔茨宣布，这乌克兰军队所使用的西方国家提供的飞弹，这攻击罗西亚境内，袂搁再限制因的射程啊。Dass die Ukraine nämlich das Recht hat, die Waffen, die sie geliefert bekommt, auch einzusetzen, auch jenseits der eigenen Landesgrenzen einzusetzen gegen militärische Ziele auf russischem Staatsgebiet. 对梅尔茨的讲法，俄罗斯方面表示，早就知影几个欧洲国家已经稳准俄军越界侵袭攻击罗西亚境内目标。梅尔茨敢若是最后将秘密公开立去。То же самое сказали, как я понимаю, в Бундесвер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Бундесвера. 拉夫洛夫发表评论场合是接待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参详有关俄乌后续停战和谈的代志。两军伫顶一摆谈判了后，佮互相用无人机甲飞弹向对方发动大规模空袭。几个月以来，这个推动两国和谈的美国川普政府对事态发展是真无奈。川普原来批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开喙，敢若会晓惹麻烦。另外一方面，指责罗西亚总统普廷伫参会，讲考虑实施新一波的制裁。另外，罗西亚方面除了有国安会副主席麦维德夫指控欧美想要引起第三摆世界大战，并无其他强烈的反应。外交部长拉夫洛夫甚至表示，应理解川普心头无奈感觉。Когда он видит, что эти его усилия, группка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ачинает саботировать, подталкивая Украину н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безрассуд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конечно, у него могут проявляться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эмоции. 就伫英德发展局公开解读乌克兰操作飞弹射程限制的时阵，乌克兰民间的英文部落格 AMK Mapping 指出，罗西亚军队咧继续调动包含 Tu-95、Tu-16空中战略轰炸机，迎炸射程达到3500公里的 KH-102巡弋飞弹，另外也大量补充伊斯坎德尔战斗飞弹系统到前线，准备发动一波大规模的飞弹攻击。公司新闻齐家珍报道。
讲到安乐死是真侪这高龄化国家要修法的议题，这法国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第27一读通过一项合法的协助死亡法案，或者病患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用医疗协助结束家己死。法国国民议会坐满议员替协助死亡法案来投票，了后国民议会议长布劳恩皮维宣布投票结果。Votant 561, exprimé 504, majorité 253, pour 305, contre 199.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 议长话也未讲完，现场已经响起炮声，庆祝国会下议院国民议会一读通过合法协助死亡的法案。根据民调显示，超过90%的法国人支持修法，互判病密集的病人也是长期受到疾病折磨的人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而这项协助死亡的法案，允准18岁以上的法国人，若是得到严重也是无法度医好，而且有性命危险的晚期也是密集疾病的时阵，会当有选择死亡的权利。法案规定，病人必须爱家己决定，而且身心拢承受着无法度缓解痛苦，只有心理痛苦的病人是无适用这个法案。因为法国通过一项甲安宁疗护相关的法案，但印尼做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宏知影一读通过了后，嘛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这两项法案的相关立法表决是一项重要进展。这项法案续来该送到参议院，而且伫国民议会甲参议院之间来回审议。若是通过法案，法国会正做少数允准协助死亡的欧洲国家之一。另外，还有相关的职业病院团结作家，嘛希望伫临终关怀法得到认可。Voilà, donc la biographie hospitalière, ça consiste à proposer à des individus qui sont hospitalisés dans notre service à se raconter et puis à recevoir eux-mêmes ou un proche qu'ils auront désigné gracieusement le livre de leur vie. 病院团结作家米莱福斯基认为，替密集的患者记录个人的团结、习惯照护，嘛是对病人的关怀。重点无伫咧追求真相，是伫咧保存患者的记忆，而且传达患者想要传达的代志。过去18年已经替数百名的患者写传记，替病人的出来人甲亲友的真心故事甲回忆留落来。讲是新闻台是同朋友。所有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天气。讲到这明仔载方面通过台湾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地区，还有偏乌金门，就要注意准雨，甚至是雷公雨。若讲到这东北季风面变强咯，各地台温度也拢会变较低。明仔载天气究竟是安怎呢？来看预报，恁就知。家人台北汤圆新竹对21度到2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1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7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人讲有青才敢大声，用菜色做出来乐器，这分出来声音是虾米款的？伫新闻最后，带大家做伙来看这场真特殊的音乐表演。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